屏東滿洲昨有3個人去互虎頭蜂叮到，這搜救人員透早是救到一個姓張的女性傷患，另外還有2位通報講可能已經無喘氣心跳的，搜救隊還佫咧找。透早還佫佇咧落雨，搜救人員行佇咧濕谷骨的山路，要甲受傷的人送去指揮站。15透早5點外，這位姓張的女患者總算送到恆春旅遊病院，伊身軀頂互虎頭蜂叮30幾空，各單位6點佫出發去找另外2位失聯的男性。因為傷患病情嚴重啊，所以要趕快拉出來。拉出來救治啊！屏東滿洲鄉出意外，3位高雄某一個登山加山難救助協會的人，因為16有教育活動，因提早佇12自咱林區往竹峰國家竹峰片探路，半路互虎頭蜂攻擊。消防13接到失聯通報，14個接到這位姓張的女患者打電話講，另外2個已經無喘氣心跳。有身體直升機升上了那個起降點，然後我們人員再走過去找那個已經標定的那一個相信對，會先把她帶出來，是那個女生她提供的位置。特殊大隊即馬已經掌握到姓張失聯的查某人的位置，另外一位姓顏的查某人也閣會繼續找，因為這搭常常有互蜂叮到的意外，所以有早掠蜂紗保護家己。如果說確定是土蜂，我們就瞄準大體的方向，然後修一條路，對，輕裝走過去就好。如果是虎頭蜂的話就不行。虎頭蜂的話，你們就盡量先避開林子，因為它攻擊範圍差不多1000公尺。直升機飛來滿洲國中，唔但是警消加海巡等單位來救，消防局也申請空軍總隊支援。不過這2天山區的天氣無好，會看天氣的狀況執行後送的作業。記者綜合報道。